呢個勁搞笑呢個。喂阿嗱，你睇咩睇咁有神啊？以前嘅中國咯，嗱，俾你睇下啦，真係講你都唔信。係咪啊？我嚟睇下先。嗱，有冇聽過鴉片戰爭啊？冇喎。咁鴉片咧？鴉片係咪就我哋而家講嘅毒品啊？係啊。咁你知唔知幾時發生啊？19世紀嘅時候，英國向中國大量販賣鴉片，造成白銀外流同埋出現咗嚴重嘅民生問題。英國以保護通商為由出兵，清朝戰敗，死傷慘重。1900年嘅時候，西方列強八國聯軍，北京遭到洗劫同埋破壞，首都更被外敵攻佔，主權嚴重受損。一戰結束後，喺法國巴黎召開和會，就算中國係戰勝國之一，會議結果竟然係將德國喺山東嘅權益轉交俾日本，中國作為戰勝國未能收回主權。一次又一次嘅打壓，就係我哋國家當時嘅積弱。以前軍事落後就俾人哋撳住嚟打，好彩我哋而家國家發展，而家我哋國富民強，仲有邊個國家夠膽打我哋啊？其實國家就話表面上就冇戰爭啫，國家安全梗係唔單止打仗啦，貿易戰、能源危機呢啲都係威脅緊同埋攻擊緊我哋國民嘅生活安全。哦，咁即係話危機其實無處不在，咁我哋國家仲可以做啲乜嘢啊？其實唔係國家可以做啲乜，而係我哋可以做啲乜。你睇下呢座長城點，就係多嚿積木支撐嘅。你話一嚿積木出錯，就可以令到成個長城冧晒。呢個就係國家安全嘅術語。每一個人都好似呢個積木咁，都有自己要把守嘅位置，守護國家嘅安全。每一個人都係咁重要。家係最小國，國係千萬家。國家嘅強大係建基於我哋每一個小市民嘅共同守護。國家強大係保護大家平安嘅最強後盾。支持國家安全係我哋每一個人嘅責任。